大家晚上好啊！咁做翻今日嘅一個復盤嘅一個工作。咁今日嘅話咧，恒指就係全線下跌啊！咁市場情緒就係偏弱嘅，偏弱收縮。咁恒指而家跌破咗25000呢個位置，我睇到24500呢個位置都跌破咗，咁樣就係睇翻24000呢個位有冇一個支持嘅一個壓力。整體上嚟講，個趨勢係有轉向嘅一個跡象啊，因為今晚上呢個歐洲央行都有講個加息嘅一個路徑。咁而家成個方向上，我哋要轉勢翻，先做一個防守啊，等翻6月18號啊，美聯儲嗰邊落咗地，係咪確實去做翻個加息嘅動作？因為如果宏觀環境係進入咗個加息嘅週期咧，我哋成個戰線咧就係要先做一個防守。再睇一下個市場嘅一個情況，再去變動。咁我哋而家上嚟講，都係睇翻聽日嘅一個 SpaceX 嘅，仲有一個19號嘅一個Watch 嘅一個表現啦。咁所以上嚟講，我哋而家都係要琴晚個 CPI 係 OK 嘅，都係未去話到需要加息、強加息嘅預期。咁要睇翻呢個 SpaceX 嘅一個情況，對於市場嘅一個吸血嘅動作有冇出現？然之後美聯儲嘅一個貨幣會議嘅一個指引。咁今晚上嚟講咧，就係8點45分，歐洲央行有機會係預計有加息嘅一個動作。如果佢係行一個加息嘅一個動作嘅話咧，港股就係呢一個利率敏感型嘅一個市場咧，就注意翻風險。咁今日下晝我哋嗰個技術解碼嘅節目都有講FED Watch 嘅話咧，其實都有呢一個70%嘅一個加息嘅一個預期，咁變咗黃金港股全部都係一個調整嘅一個動作，下跌啦。咁建議嚟講，本週都係多睇小動，多睇小動或者做翻一個防守性嘅倉位，對沖嘅一個倉位。或者可以關注下一啲衍生品工具，或者紅證0700等等。咁仍然都係一個加息嘅預期，一個升溫咁所以如果後面想參與翻呢一個 SpaceX 嘅話咧，就可以睇翻呢個3442。然之後琴日有推嘅一啲個股1523嘅話咧，都係 OK 嘅1523。都係一個趨勢向上，然之後中上機床1651都係今日跌得幅度都唔係好大，都可以留意一下。然之後萬威爾就屬於跟指數啦，高位大跌，睇睇企20日均線呢個位置頂唔頂得住，頂得住嘅話問題都唔大。萬威爾然之後可以講下今日北水係淨流出，個市場情緒比較差。賣威爾之後CPO 1888今日都係繼續去強勢嘅。今日都有一個會員朋友黑轉會員朋友同我講，去1888救全家，都係相當強勢。市場唔受市場影響，繼續一個單邊行情。自己走咗出一個節奏出嚟啦。PCB 嘅短缺嘅一個原因，PCB 嘅一個產業鏈嘅一個傳導睇到盛宏、建滔都係企呢條鏈嘅一個中游。亞洲半導體今日都係有啲調整嘅一個動作喺度，但係中線問題唔大，睇翻佢一個近期規避一下加息先咯，影響都比較大少少，對於市場嘅一個情緒。咁都係教下一啲方法啦。而家個市場比較難操作都係集中投資減少操作頻率通過倉位管理去認識到一個市場係一個籌碼交換係不確定性嘅，有人買就有人賣有
股東，有機構、基金，有各方面嘅資金方咁所以我哋係要去評估翻我哋嘅一個交易風險同交易成本，我哋加一個系統交易嘅一個方法策略咁樣連續3日都介紹 ATR 交易法㗎啦，我覺得 ATR 交易法可以應用於我哋嘅一個股票市場入面咁樣做波段嘅朋友嘅話咧，可以用一個3倍波段交易去 set 一個止蝕set 一個止蝕3倍如果做日內嘅話，可能我哋可以用1.2到1.5都冇問題，做翻嗰個止蝕其實止盈都唔需要點理。止盈嘅話，其實就係個市場去短缺，佢係好嘅一個公司嘅話，佢自己會跟住上去走止盈幾時走都冇乜問題咁如果要俾標準嘅話，我覺得係6倍 ATR 都係可以嘅喺呢個市場上去做一個14日嘅一個位置，盡量去輸少賺多咁樣個九宮量化交易法其實九宮一個量化交易法係有啲用咗呢個天地定位嘅一個原理你呢個風水上都有一個九宮八卦嘅一個結構咁我哋盡量去揾翻一啲低嘅一個位置上升趨勢高賠率嘅，做翻個止蝕管理琴日有講嘅呢一個9992咁佢今日都有升3個點，咁 ATR 係8止蝕可以放喺144咁止盈可以放喺230呢個位置即係一個好唔錯嘅一個機會俾到我哋因為一個唔錯嘅一個符合呢一個低位高賠率嘅一個空間高位嘅話咧，可以去做呢個高做空，然之後一個高賠率嘅一個位置咁當然我哋做股票一般都係做多為主。之後我寫一個 SOP 出嚟，即係一個流程出嚟。咁我哋可以先每日去睇下個大市嘅一個情緒嗰個情緒走弱嘅話，我哋可以其實開空嘅或者睇一個板塊咁樣。今日就係以 PCB 嚟講1888都講咗3日，升咗3日，個市場越差佢升得越好咁如果我哋 set 一個止蝕嘅話，我哋又通過 ATR 去做一個止蝕咁倉位上嚟講，一般一個個股係10%到20%咁樣嘅倉位咁睇個人情況，然之後規則下單避免情緒交易，然後做翻一個止蝕咁今日又幫大家去揾咗個交易心法嘅一啲東西係 A 股嘅一個傳奇佢係通過幾萬蚊大概2015年做到而家係做到幾個億嘅咁其實實質上都係同一個方法嚟嘅，聚焦翻主線做好一個鐵血止蝕專注翻自己嘅一個交易模式你係做長線嘅做翻長線，做短線嘅做翻短線咁樣啱同錯就交俾市場不停咁重複正確嘅交易模式咁樣你就專注翻去賺錢復盤，提高翻你嘅交易認知交易嘅一個方法然之後我哋去盡量去追求高賠率嘅一個機會，高賠率嘅一個機會高賠率高勝率嘅一個機會戴維斯雙擊戴維斯雙擊琴日都講咗啦咁樣呢啲解套嘅方法咁樣就收尾嘅就講一講活動。咁我哋方德證券咧就做咗 Now TV 同埋 ViuTV 嘅一個世界盃嘅一個合作伙伴去做翻一個獨家撐隊互動嘅活動咁每日登錄 APP 咧就會有呢一個積分咁睇直播做 APP 即係登錄嘅話咧就會有呢一個積分去可以去一個換禮品聽日係開始嘅，12號開始
咁左上角一個位置任務中心，點擊完成任務，然之後有對應嘅一啲禮品可以兌換嘅，咁一個轉介紹嘅活動。今日嘅課本就到呢度，有問題嘅話就可以繼續同Jason溝通。